伊若顶一日，美国发生2宗空难，一个是小型飞行机摔落来，搁一个较严重是美国航空飞行机和军方的直升机相撞，即暂是造成67个人死亡。目前救援单位继续在找找遗体，已经有55个遗体确认身份。伫调查过程中嘛，发现讲飞行机相撞关度和塔台记录是对袂起来，等待了解状况。因为伫调查的过程中，即马是佮传出联合航空伫休斯顿飞行机要起飞进前，引擎导火，加在即届乘客全部拢有疏开，无造成伤亡。当我机师下面庆出火，加阵阵乌烟，机顶乘客拢向外口看，毋知要安怎。这架联合航空班机礼拜2早起，准备为休斯顿机场起飞去纽约时，引擎突然故障导火，机组员当下随决定停止起飞，佮利用出梯来疏散。最后机顶109人拢平安登到地面，用巴士送回航站，结束一场虚惊。也毋过顶礼拜美国航空一架班机都无向领行军，伊准备要降落华府雷根机场的时，伫空中甲乌鹰军用直升机相撞，相向摔落附近的波特马克河中，2架飞行机顶有67人全数罹难。目前，伫咧个飞行机残骸进前已经找到55具遗体。So far, 55 victims have been positively identified from this aircraft. Or from this accident. 有专家质疑，迄当时可能是直升机偏离航线，超过200英尺限定的飞行高度，才会造成这件事故。不过初步调查发现，2架飞行機的高度數據都未核實。Data provided indicated that the CRJ was at 325 feet, plus or minus 25 feet. We also initial preliminary data right now indicates that on the tower's radar scope that was available to the controller, initial data indicates that he may have seen 200 feet. 有关当局当想要厘清安怎出现大约30公尺的落差，调查人员表示，会核对直升机乌阿巴的飞行高度资料，佮将塔台数据经地化来得到更较可靠的数据。另外一方面，2日前，惠城一架医疗后送专机起飞了后，还未1分钟，就摔伫市区，造成机顶白色高级乘客加机组人员6个人，参地面车辆内1名人员死亡，也有22人受伤。有关当局指出，5名短椅受伤的人有3人前方归急，事故原因有待调查。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